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这2礼拜以来，有一个新闻，唔知你有注意到？特殊的学生甲代课老师起冲突，这到底凸显着什么教育问题爱考虑？世界到处拢在欠老师。 咱国的教育甲全民心态是要安怎来应付？今仔日专家学者甲老师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北赤子心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林玲華，林董事長。 主持人观众大家好，我是林华，是代表全国的 ADHD 的囡仔伫遮讲话。是。那么第2位是咱台湾特教工作人员协会理事金彩珍金老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彩珍，台湾特教工作人员协会理事。那么第3位，中华民国地降者家长 总会副秘书长孙一信，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这新闻啊。这个新闻是台北市一间高中一名特教生情绪失控，竟然对着老师来起脚动手。教育部长潘文忠在立法院表示，未来会阁提供更较侪资源，和老师甲特教生，强调 113年度开始，会增加特教助理员，一年有400位，4年总共有1600位。学生甲老师去冤家转医转倒。台北市某一间高中，顶一日有一个特教生，上课的时阵情绪失去控制，过程当中，佮甲老师起脚动手，其他的师生主动才打动。 当下是有跟家长取得了同意，就是先让学生在家里稳定情绪，连续教学1周。当天我们也已经入班做一个班级的团体辅导，我们也有跟教育局申请了情绪障碍的行为学生的辅导资源来入校来协助。学校表示，先让这个学生伫厝内远端上课，测试中昼召开辅导会议，邀请情绪障碍方面的专家来学校协助。因为这个事件伫网络顶流传，引发各界讨论。 教育部长潘文忠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嘛叫调查立委问讲，普通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课，要安怎做才会较妥当？他都不知道说现场班级里面哪一个是特教生，哪一个不是的话，那是不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层出不穷？不太可能是不了解了。什么时候我们找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大家共同来开会？1个月内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好，1个月内教育部召集各县市政府、教育局，我们聚焦在这个特教孩子普特融合的现场，特教老师其实光是照顾特教学生已经疲于奔命。教育部这边有没有任何想法来协助普特融合的教育现场？增至专任特教助理员，每年400位。4年有1600位，相较112年足足增加4亿多哈。那未来还会再持续增加哦，像在113年的预算已经达到10亿左右了哈。正式特教助理员的计划为期4年，按算113年经费有甲10亿。潘文忠嘛强调讲，除了助理员的计划以外，嘛会甲各县市政府合作，增加更较侪专业的演习，互老师拢会当有相关的技能，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到这立法院内面的质询哈，那么这个有一位党籍的民进党籍的议员立法委员就问讲，即马目前你们补助导入这个资源1600位的老师这个助理员啦但是敢若是助理员对着这普通生甲特殊学生。 共融教育的这教育现场，敢是这种就帮站吗？还是讲其实可能家长、普通生的家长家己自我还觉醒，要了解讲这是对咱嘛有好处，对着整个社会人权，还是讲平权这种物件，到底在安怎来想这项代志？要先请董事长来甲咱讲看嘛。是，我来甲大家来报告一下哈，
咱囡仔虽然你好好真爱这个特教助理吼，是有迄个需要的。啊，不过这特教助理到底要安怎来帮助咱的囡仔，帮助咱的老师才有迄个效果。吼，这是咱爱去。毋是讲一个人猜落去就有效。啊，你这个老师会晓袂晓？知影要做啥物嘛？吼，啊，这嘛都要小心，所以伊爱训练的。吼，爱经过训练才知影要甲安怎做助手，做对的助手。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嘛是爱一个计划你内底，吼，甲即个老师的计划拢爱甲放去，就放喺咱的 IEP 内底是有的，吼。啊，这 IEP 内底就爱甲讲。但是你甲咱观众朋友小小解者，什么叫做 IEP？ 第三字。好是 IEP 就是吼，咱叫做 Individual Education Program， 吼啊，意思就是讲，咱这是个别化的教育计划。个别化教育计划，嘿，就是为即个咱的身心障碍的囡仔吼，特别来拟定一个计划，吼啊！这拟定是伊爱收集即个下囡仔吼，算伊的优点啦，啊伊的缺点啦，吼啊，过来写，嘿，特色，专门为伊来写即个伊的计划计划，伊是一学期的计划计划，吼，这学期要做啥物？啊，起初就爱搁甲头前爱搁甲老师、甲普师，吼，来好好来讨论，搁再甲辅导来讨论，啊嘛着爱甲家长讨论，啊嘛着了解这个囡仔，吼，啊再拟出即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头一个月就爱拟哦，在就是入校以后，你要好好头一个月来跟他拟定，啊，所以这个拟定内底有需要这个助理，咱就爱互伊请到助理入面。吼，啊，这助理要做啥物，拢伫即个拟定内底拢写清楚。咱嘛袂使讲，咱囡仔去啊，拢去甲斗相共，甲囡仔斗相共，啊，有囡仔拢学袂晓。咱主要你咱的教育现场，嘿，嘛袂使安尼，嘿，咱主要入去即个教育现场，咱是要互伊帮助协助即个囡仔成长的学习。吼，你好好会去学着物件，吼，爱当甲同才做一个来学遮个物件。啊，所以即个助理是爱训练过。哦，这个概念真重要哦。所以你遐侪人无训练嘛袂使，吼，这个啊你嘛袂晓嘛，无实习嘛袂使，吼。啊，所以都要帮白牙啦。嘿，啊你也无甲拟定，如果写讲你要做啥物，这个什么事要写啥物，什么事要做啥，因若无写嘛袂使，吼。我想这是。这先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吼。所以咱先来看这张图表吼，情绪行为障碍这个学生的辅导要点吼，饮食药物。心理层面、教育原理、教学经整吼，情景有爱食药啊、处方，有食这个营养吼，有胶全无吼？心理的层面，你亲子的关系调整，啊，再甲早期的经验的发觉吼，伊过去有啥物经验，而且爱互伊佚佗，爱音乐、啊洗身躯、艺术等等的治疗。啊，佮安排情绪稳定的学生，这以四周围，吼，啊鼓励啊，莫甲接鼻，多接纳啊，较少的排斥，吼，这看起来其实是真复杂吼。佮加在咱今日请金老师，金老师是教育系场的头一线啦。你先甲咱讲，你的班是算拢集中式的，还是共用式的？讲互咱观众朋友，因为我相信真个家长唔知影这是啥物。哦，阮的主持人好，阮学校的学生吼是共用式的学生，嘿，共用式的，因普通若是无咧阮遮上课，因就是咧普通班，吼，甲大家斗阵做伙学习的学生安尼。啊，若是集中式的吼，就是全部拢咧同一班，啊，同一工拢斗阵的，因袂转去普通班。啊，安尼即个分配是，譬如讲，若是特殊生。伊是一礼拜有几节课在恁的集中班内面上课？哦，阮集中班吗？还是共用的？也共用甲集中，咱就知影讲比例偌济。共用就是全工拢在内底。对，我意思是讲，伊一礼拜之内有偌济课是在集中式的来上课。主完班，嘿，主完班，因阮就是爱。透过吼，拄仔董事长讲的，就是爱开会，啊，阮来决定讲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吼，无共款，来上课的课拢无共，嘿。啊，有的是国文较对袂着，有的数学较对袂着，你若数学较无好的，你就来上数学就好啊。
所以其实咱的教育已经真幼稚啊，某种程度真幼稚吼。但是我听到一个数据，我惊一条。恁学校即马几个学生伫？要50个。50个特殊生。啊，那普通生是偌济？比例？普通生，阮学校即马差不多全校应该有要500-600个哦。算600个啦。12%咯。吼，其实这比例到底是算悬啊少啊？迄个孙爸爸，我叫孙爸爸，迄个。袂啦，我毋是爸爸，我是受雇于智障者家长总会。我想这特殊生吼，因为咱即马特殊教育并无规定讲一定爱有身心障碍的即个证明，才会当变特殊生。所以特殊生伊只要有即个特殊教育的需要，咱拢会当甲定义伊做特殊生啦吼。这样透过鉴定。安置辅导委员会去做决定，吼，这不一定爱有一个身心障碍证明，所以特殊生即卖的比率无算低啦，吼，啊，但是就是讲古早可能就是用强制的方式甲拍啦、甲逼啦、假袂当讲话啦，吼，用安尼来处理嘛，啊，但是即卖这需要反映出来以后，有专业的辅导人员、专业人员来介入，啊，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咱提供伊适性的教育，吼，啊，这是咱即卖。教育现场即马咧处理的代志。啊，那么咱一开始吼所看到这个 case 吼，你认为是因为这个交接无好，所以这个代课老师完全唔知影来地数的，敢若这个原因蛮惊吗？我想吼，我先讲阮的观点啦吼。我想对伊新闻报道出来，当然是有录影嘛吼，有录影。啊，但是。详细伊的 IEP 到底是安怎写？其实阮无看到，是我做评论。但是咱会当知影，就是伊绝对已经有 IEP 啊，吼，这是咱新闻看得到的一个资讯啦，吼。啊，我想其实这个个案，在甲老师在对峙的这个过程当中，吼，我想这个班的同学吼，我想已经有进入一个情形来讲。进行这个特殊教育，若准讲这个班内底有特殊教育学生，拢会做入班的宣导，吼，入班的宣导，所以会当看出讲，这个入班的宣导应该是做了袂歹，吼，所以其他的同学有提醒这个代课老师讲，这个囡仔可能在爆发啦，啊，你是不是会当小提一下，吼，啊，所以有安尼甲提醒。第二来讲，当这个囡仔真正到尾爆发出来，要去甲老师拍时，虽然有拍到，但是。伫第一时间，其他的同学就出来接，有出来接，啊，甲大声话讲叫伊冷静，叫伊冷静。这表示讲，伫这个过程，这毋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啦，吼，可能其他的同学拢知影，这个同学有啥物款情形会触发伊即款的行为，吼，所以我想同学的处理，其实我想，会当反映出咱特殊教育入班宣导已经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电脑应该按呢这方面来看。是啊，反倒转来讲，就是讲，这个代课的数学老师，伊是毋是有了解讲，我伫什么界限，我唔通去甲侵犯到伊即马咧做的代志，吼。啊，莫去甲一直甲要求讲，你就是爱摕证明，互我讲有 IEP 的证明，讲你会当做这，我较要互你安尼。啊，你看到证明来，伊会当伫后一节。吼，后一节较来处理这个代志，毋是伫教育的现场去处理这个代志，因为这个囡仔迄爆发是随时的。咱看到安尼迄个看到敢若真真爽吼。事实上，这伫阮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照顾的机构，伊是定咧发生，因为足侪情绪障碍定发生。吼，你毋知影讲伊这爱有相当深的这个甲伊的互动，啊，了解伊的个性，了解伊啥物无爱，吼啊。我要教一件代志，爱用什么方式来教？冷静落来。吼啊，这有足侪方法啦，吼，这有足侪方法。啊，我想这个代课老师真正是可能是第一遍去接触到，还是讲伊有教过，但是伊第一遍拄到，伊完全无爱听，还是安那吼？可能是第一遍去拄到，这较袂晓处理。是金老师，你的教育现场内面有拄到这种代志吗？有啊，这阮逐工拢来发生啊，就是这种学生啦，咱唔知影伊啥物时阵会爆发，啊，所以时不时就会发生这种代志。啊，这个学生老实讲，伊咧
处理伊咧爆发的时阵吼，伊家己安尼处理的时阵，阮感觉这个学生其实他是有控制，伊有控制掉的。伊有控制，伊有甲老师讲，我即马已经我要开始啊，结果老师个安尼甲伊讲了，伊才动手。啊，毋过咱必须讲。动手嘛是无唔对的啦，嘿，啊，毋过伊事前的控制是正确的，应该是有老师有甲伊教，吼，啊那，班上同学嘛是表现到袂歹啊。那么可能有一寡家长会开始怀疑讲，像头早猫咪这个委员咧质询的时候，啊你是安怎要甲触到阵吼？啊，这个强用式，这安尼，你无要处理吗？安尼？可能有一寡家长会这种怀疑哦。嘿，因为即马咱台湾推广嘿是来融合式的教育嘛，吼啊，咱即马每一班几乎拢有一个到两个。啊，这到底是什么目的？就是拢互学生会使更有迄同理心，嘿，会使更较了解同学的需要安尼啊。必须讲，遮个学生伊嘛是会使学习的啊，伊也毋是讲因今仔。情绪有需要斗3工，啊，就袂使甲普通的，嘿啊，就袂使甲因敢若是要压起来时阵，爱需要人斗3工啊尔，嘿啊，你讲敢若阮特殊生会需要人斗3工，无一定嘛，无一定，我靠，普通是有当时嘛，情绪真歹哦。嘿啊，普通学生嘛是对老师嘛是真无礼貌啊，嘛毋是讲敢若阮特殊生会安尼啊。是，这林老师吼，你甲咱讲吼，到底这个强用式教育的宗旨吼，像头早金老师所讲，到今嘛咱台湾实施这种制度偌久的时间，初步咱看来，对着咱整体台湾有啥物改变，还是讲你家己感觉讲，这项物件应该是安怎继续落去？强用式的这个教育，咱自86年开始了，开始久啊，嘿。啊，咱的特教化规定是爱安尼来做，啊，咱是行这个方法。啊，其实这个方法是全世界拢讲是上好的。好，那这是有关于西方国家就讲安尼是上好的。好，所以咱就用这个方式来去教育咱的囡仔。好，啊，所以咱的囡仔袂使讲你较好的一间，啊，迄较咱本来就是拢是走这个里面。就是等于是什么样子孩子都会在里面，该几班嘛，哈，啊，这里面各有共同性，互相学习嘛，哈。那就像金老师所说的，囡仔其实也让同理心去看到这，啊，买使了解这个障碍类别是到底是哪样呢，哈。啊，我是讲要甲这个囡仔小可甲主持人甲观众小讲一下吼，其实这个囡仔吼，伊唔是故意的，吼，咱拢知影伊是脑部有小可较有问题一点哈，你脑部的哈，那这异常啦哈，那这个而且哈，情障哈，去静音啦哈，拢是爱经过半年哈，老师爱去观察，爱评估哈，观察，而且伊爱有医疗诊断过，还要用药哈，那这规个内底已经拢是在很。非常好的，如果我们迄个 IEP 啦，那人家真正确，其实这囡仔拢大家来你共用的学习吼是无什么问题，无迄个问题。啊，问题咱这个建构这个机制是爱出来。啊，今日发生这个代志，我感觉是迄个危机，好，我们会有一个危机处理机制，每个学校都应该有。可是这个我们在这个里面是看到是没有的。事实上，老师有讲，这个孩子事实上很努力在拍拼，你来讲我无法，啊，不过不是故意的，伊脑部就是要叫伊安尼发，啊，老师佫唔了解伊，咱这个代理老师这老师无了解伊，啊，无了解伊的情况下，伊伫咧控制，啊，伊佫讲了真重的话，吼，喊遐重的话，讲你都要坐好，啊，你拢伫影响我伫上课，啊，你安尼应用化。吼，安尼我来，啊，其实咱有的囡仔吼，要去影响人讲话，有的囡仔是叫做 TIC 哦，迄会语症哦，迄嘛是阮情障做的哦。啊，这内底伊拢会讲骂人的话哦，迄骂人的话，毋是伊故意要讲，迄是脑部要叫伊安尼讲的。这种病有呢。但是这种时阵，若是他说像当时长安尼讲的吼，老师嘛是人哦，是，老师嘛毋是超人哦，嘛是会情绪哦，像这种的时间。
老师都爱先自我训练，爱先准备好。金老师，你通常你平常是拢安那准备家己啊？系，因为阮有接受迄就是训练过啊，所以阮知影讲，即种学生若是伊要蹦出来的时阵吼，咱袂使甲伊硬碰硬，吼，咱爱秉伊较搁较冷静。你若袂使讲你是人，你有情绪，我嘛有情绪啊。袂使。你用压力，我用压力，伊会比你搁较大声，伊会比你搁较大声。嘿，咱就是爱互伊冷静，找一个会使互伊冷静的所在。比如讲，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伊就是情绪来的时阵，我就甲伊讲，你爱压手，你甲老师讲，你即马无法度控制你家己。你要来学习中心，阮有改名叫学习中心。啊，你落来遮，啊，我有一间教室，互你先来内底冷静，嘿，你冷静好啊，啊，咱再过来讨论，你拄仔发生啥物代志，吼，啊，我再甲你教讲，啊，你拄仔安尼爱安怎，吼，啊，好啊了后，咱再搁转去上课，你的情绪了后好啊，再转去上课。啊，若是像新闻即个学生，伊是可能伫遮个班上，伊可能无法度离开现场啊，安尼，咱就甲其他学生刷去别个所在，甲保护保护其他学生，啊好，即个学生伫原本的教室内底冷静，啊冷静好啊，咱再搁甲伊讲。无你伫伊气头上吼，你要甲伊讲无法度。这有诶吼，像副秘书长吼，有诶囡仔有自觉诶。有诶囡仔是无自觉的，是。伊咧发作的时阵，伊无自觉。是。我想在这个部分，伫遮个家长吼，即个当事长，真正家长在从细汉安尼甲请养起来过程当中，一定伫厝里嘛，拢会拄着这共款这个代志啦吼。啊，只是讲因为伫厝里可能是一个囡仔、两个囡仔，吼，啊可能有无共款的房间，啊，计入冷静一下安尼会使。毋过伫教育现场。这当然，伊若准讲爆发起来，就做歹处理。但是其实若准讲较好的方法，像头金老师咧讲的，讲你伫迄个现场，迄个老师嘛会当讲啊，无请另外一个同学先甲带出去外口冷静者。事实上，伊也袂动手进前，伊家己就有行出去啊。好，伊家己有行出去，啊，伫遐站门嘛，吼，伫遐站门站两三遍，较挡袂掉，较另外个拍老师嘛，吼。所以伊其实知影家己要安处理这个情绪啦，吼。啊，我想倒转来讲，即个台湾是安怎会行到融合教育的即个阶段吼？因为实际上拄则当事长有讲到，咱民国86年就开始有融合教育嘛吼，12年安置啊吼，等等这个方案开始伫咧进行。但是融合教育即个名词是伫去年的5月，较伫立法院三读写入去特殊教育法的第1条吼。咱第1条来讲，拢有即个特殊。不管是身心障碍，还是支付优异，这国民拢会当接受适性甲融合教育的权利。啊，这个融合教育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咱相对有这个法案有真侪在支持融合教育的做法啦，吼，包括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的介入，包括这个特殊教育学生伊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甲权利，学校爱甲斗相共，包括这个学生。会当去参与伊的 IEP 即个计划的议定，吼，家己爱参与议定，吼，所以即个学生应该是即个过程当中，原来有参与议定，伊较会知影讲，老师有讲，我会当讲，我会当放空，吼，我莫听老师讲安尼吼，所以我想伊是清楚的，吼，伊是清楚的，所以我想即届去年5月即届的修法是足大幅度的一个修法。这已经是一个真进步的修法啦。甲咱进前86年开始，80年开始一直咧努力的物件，拢甲放入去这个法案内底，啊嘛回应 CRPD 的精神啦吼。啊，我想这个过程当中，上界重要的有足侪环节爱去处理吼，包括咱即马学校内底有普通班的科任老师嘛吼，啊有迄个导师，啊有特殊教育老师，啊有代课老师。这个环节到底是要安怎互伊整合起来，大家拢会当知影这个囡仔会闹练的情形吼，啊无一件就破功啊嘛，吼一件就破功，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教育现场，大家要安怎去沟通的一个过程啦吼，啊这若加强，我想这个个案会当避免发生到。而且咱若就这个个案啊，其实哦，我今仔也阮团队也有咧讲，咱无需要针对这个个案，更较深入，咱也更
做这普遍化的讨论，是，吼，相信吼，他董事长啊准备这个手板，要甲咱讲啊，到底咱人拄着这个，不管是自由性还是特殊化的这个人，伊到底是在心理上，有的是心理上，有的是生理上，到底甲咱一般人有啥物不共款吼？来，董事长。我想要请即个来甲个介绍一下吼，这就是咱吼，这囡仔这情绪的，即卖情绪囡仔吼，大概高中的吼60%是拢 ADHD， 啊，剩的40%阮来鉴定下来的吼，大概40%是属于甲焦虑性的，即在是情感性的这个部分吼。那有60%这是 ADHD 哈啊，不管是焦虑性跟这个情感性疾患，或者是我们的 ADHD， 都是脑部出的状况。好啊，我特别的甲看，你咱的这脑部异常是这样子，所以咱家内底有一个吼是迄个情绪的部分，啊，甲专注力的部分，啊，这情绪的部分你要叫伊去。伊这是无法度控制，这个囡仔算真熬啊，真好啊！吼，因为老师有教过，就像讲咱孙长吼讲的吼，伊讲啊真清楚，伊讲吼啊，伊这拢有学过啊，所以伊才知影讲要去忍耐，啊，毋过伊就是控制袂掉啊。啊，我嘛看得出来，伊应该嘛是可能有食药啊，造法度吼。那已经有控制甲只，啊，毋过伊个出去啊，佫走入来啊，吼。所以你会看一个，他还是一个情障的孩子，所以伊这个部分也是真黑暗的所在吼。啊，所以咱就爱去了解讲，啊，咱是安怎就爱去了解伊。咱若无了解，咱就无法度教伊来斗阵。吼，咱囡仔嘛爱甲伊斗阵，啊，老师嘛知影讲，啊来讲袂使去踢到伊的铁棒，伊迄有写来讲爱踢铁棒着，啊，其实迄就是伊的铁棒，你的脑部就是安尼，伊毋是故意吼。我想即个图是甲咱讲较清楚的吼。啊，佫一条就是讲，我要讲即个调节即个部分吼。即调节部分就是讲，其实咱每一个老师吼。啊，甲阮家长吼，我拢讲伊，你爱家己先调节，啊，你才有法度互囡仔调节。咱家己爱先调节吼。那因为咱这情绪，咱嘛是爱调节。啊，咱则袂去袂，我感觉即个规个吼，即个鸦片内底吼，遐囡仔上熬，都调节甲真好，拢知影要做啥，啊，拢无去改。我是感觉伊会动冲嘛，动冲真高，我讲是稳定吼，真有同理心的。做主持人，你讲的完全正确。你看迄同学拢无介意安尼落去挑衅，落去做咩哈？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态度。那我们明显这个老师是不了解的哈，所以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个好老师，因为他都不敢碰他，他打他那个老师也很好，一直击退嘛哈，然后也在忍耐哈。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哈，这是应该是会当去好好来解决的。其实恁若有做预防的动作，是拢无啥物问题。吼啊，所以咱有一个态度吼，语言，你讲话袂使去刺激，你就知影伊经情绪啊，你若有可能去讲伊要这，一定是讲较好听啊，咱来去遐行行，是讲有人带去行行，啊，无就是讲，互伊小可软化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啊，这啊小可安尼，或者是怎么样，小可吼语言上稍微吼。小可加缓和一点嘛吼，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一定是，迄老师情绪其实做啊真袂歹，伊拢无发出比较凶的语言，无爆炸啦，无爆炸哈，伊无，你看伊讲话要做平足的，所以他的情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行为好就是说，罗卡这老师我是感觉讲是可圈可点在这2点上啊哈，可以算是不错，但就是说在态度跟言语我们不晓得，好，所以他不了解，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有没有？讲一句话，我者伊讲这是不是有特权？其实咱特教我们是特权哦，这是平权哦。所以咱来一般人爱有这个理解。这样的理解。咱即摆伫线顶吼，是卫福部桃园疗养院的副院长吼李俊宏律师吼。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大好，是各位观众大好。律师吼，你会当就你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吼，甲咱讲吼，到底咱人类吼。他拄啊，即个董事长也讲，咱有当是控制袂掉咱的情绪吼。那有的人是心理上，有的人是生理上吼。啊，在脑部会产生一寡问题，甲一般人较无共款。这到底在学理上，咱安怎来看待啊？其实咱一般人嘛共款吼，一般人嘛共款吼。其实咱的情绪甲想法吼，拢是脑部咧控制安尼。哦，只是
咱有一寡囡仔吼，伊是有一寡病理上啦吼，就是讲咱讲看病啊吼，病理上的一寡脑部的变化，吼啊，即款病理上脑部的变化，咱拄啊国内底其实有一寡迄个说明啦吼，比如讲这个 ADHD 嘛，咱讲可能注意力啦吼，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嘛是讲比如讲自闭哦，这个雅斯伯格吼，类似像这类问题。伊个迄个脑部的迄个病理上的一寡变化所在，迄个区域吼，迄个较无共款安尼啦吼。哦，那但是正常也嘛会哦，吼，正常嘛会。正常嘛会哦。嘿，正常也嘛会嘛吼。但是迄个病理上的迄个部分吼，可能较严重，哦，影响的范围较大，也是较严重安尼，这脑部上的即款变化吼，因为伊影响到情绪。也是甲想法、甲行为，这就会影响伊甲人之间的即款这个接触，较严重的时阵就会造成人甲人之间的一寡冲突，但即个案件中可能影响到伊甲老师之间的即个上课的一寡这个态度啦，还是讲上课的一寡行为安尼啦，甚至甲上课的时阵，可能影响甲同学讲上课的时阵，我无法度好啊去上课，是讲那个甲同学之间的一寡那个斗阵当时可能会起冤家安尼，还是讲无法度配合老师的上课一寡这个上课一寡内容安尼，那但是拄啊像迄个来宾讲共款，讲若是讲咧拄啊治疗，还是讲即马有吼，咱特殊的教育这边拢会做一寡规划嘛吼，校有帮伊做准备，那大部分囡仔其实做好较好的准备的时阵老师帮伊做准备吼，伊是会当拄啊准备时会当配合的时候，应该是会当适应校的这个过程吼。就较袂出状况安尼啦，是，你意思吼，搁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吼，在医学上吼，敢有啥物研究来证明讲，那么特殊学生甲一般的学生共处了后，互相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不管是成果也好，学习的这个结果也好，会当共同来进步，对着整体。即个福利拢有增加，有即种研究除了同情理解即种物件，有的家长就讲，我无需要同情理解，我干那要我的囡仔会当考条北一女，考条建中，你莫甲我囥喺即班。那即种物件有啥物学理上的证明，还是讲除了道德劝说以外，阁有其他啥物物件会当提供来因来参考？是。我必须讲吼，就是讲头一项吼，真现实，就是讲吼，当这20年以来吼，其实咱除了讲咱一般来讲的特殊教育的这个学生囡仔以外吼，你若讲以精神上的毛病来讲吼，咱囡仔的迄个这个比率来讲是愈来愈悬，是愈来愈悬。迄毋是讲干那讲咱讲的 ADHD 尔，吼，你若讲忧郁症，足侪，咱小等讲互人听。青少年的忧郁症啊，自残自伤的这个比例啊，那个其实比例都是逐渐在增加的。这不是台湾的问题哦，全世界拢共款哦。你若讲以日本、韩国，还是讲英国、美国拢共款安尼。所以这不是讲我甲这囡仔讲我囥在别个班，还是讲别个学校，咱就袂当着安尼哦。反正后一个就是你的囡仔安尼。这是真现实的问题。讲我们创造了一个共融式的环境，其实是互相的理解跟互相的包容。那个其实也是在学习怎么照顾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说哪一天你的孩子碰到了，你也有机会这个只可以获益啊。第二个就是讲吼，其实拄啊迄个来宾嘛讲的，就是讲吼，咱的脑部是有当时是判病了才有一款的行为但是咱嘛袂当忽略一项代志，讲咱的脑部是进步的就安那讲，咱的患者其实嘛是有学习的能力咱的迄个脑部嘛是有学习的能力。对嘛，这比 AI 较厉害啊。
斗阵着，咱甲咱的同学斗阵，咱是有学习的能力的。哦，那所以共融式的教育，其实它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它班级经营是很重要的。就是老师他透过在教导同学，咱教咱的同学讲，咱家班上有这些特殊的同学，这些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协助的同学，他发生了什么状况啊？大家怎么帮忙他？好，那我们大家怎么共同跟他相处这样子？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特质？那反过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同学当中，也可以告诉他说，你可以看到其他同学什么样好的特质，你可以跟他学习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共好，社会是共好的这样。那你从大家就可以互相去学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这样子。是，所以来请继续，你请。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加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我们在谈共融式教育，其实有的时候会忽略掉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在学习的某个程度上面来讲，学习的某个程度上面来讲，它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注意不足过动症注意不足过动症来讲好了，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病理性的东西，就是咱看到看病迄个部分。但是我要讲讲代志，咱就演化就是讲咱人类演化的那个目的或目标上面来讲，咱讲南岛的民族，南岛的民族，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会从台湾一路航行到这个纽西兰，对不对？他说，你头壳问题，你再有从台湾坐船划到纽西兰，你如果从演化的观点，真的就是通透的人才会从台湾航行到纽西兰，所以这个某个程度上，它就是某一种特质，你如果从人类的社会来讲，所有的特质都是有意义。李医师，你讲安尼，我真心情真好，阮囝来冲帮，我就会让较理解啊。是啊，是，人甲人的社会是互相咧学习的。校其实是有校其实是有意义的。老师甲同学斗阵当这个环境内底互相学习，这是校上台的目的。是。所以咱来看到这项代志。是。感谢李医师，你稍等在线顶稍等，我先要请咱孙副秘书长他带李医师讲到就对了，这个咱南岛民族的这个基因以外，大家互相来学习在恁的这个恁的家长的总会内面家长的总会内面有的是无去用理解产生就较纠纷有的是要希望。那么到即马为止即马共融式的这个教育，还是讲特殊教育资源。除了增加这个助理员之外，还有啥物必须爱过来改进？我先补充拄则迄段啦就是讲，实际上融合教育会行到今仔日，伊要面对的是古早的价值教育啦古早的价值嘛，甚至拢无法度去学校上课，因为咧感觉讲你会差会闹，你学袂晓，你莫入来以前嘛无强制入学条例迄是后来较有嘛所以，阮的进前迄理事长陈洁如立委，伊后生完全无读过小学，对国中一年开始读，所以这是进前来讲咱要反对价值教育嘛，所以即摆特殊教育法内底嘛有特别交代，就是讲你若是特殊教育学校，以接受重度甲极重度为原则，其他差不多拢会等于到一般的学校，不管是集中式的特殊班，还是讲这个资源班，分散式的资源班，这就是一个过程。即马就是讲规个体制是照安尼反价值用融合的方式去处理，这是一个权利。这毋是讲为着啥物人好，为着啥人无好，是为着莫摆脱任何一个特殊的囡仔。煞来讲，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若以这个高中的部分来讲，教师的助理员可能较无适用伫这个囡仔身躯顶啦因为这个 case 教师的助理员足侪是爱服务一寡动静的，像讲有身躯有管路的有呼吸的问题咧，呼吸管的有迄个鼻胃管的，有胃造路等等，食饭足慢的等等，爱甲饲等等，
这拢有需要教师助理员哈，因为教师爱照顾一班，一人对正人吼，是8个、10个、12个、15个，到高中15个嘛，吼啊一个对正人，你有一只生活需要的时阵，教师就无法度处理，就爱有一个助理人员来斗3工，这是生活上的需要。啊，这个囡仔无可能边仔佫过对一个助理人员嘛，伊是会爆发，啊伊无爆发时，伊就好好伫遐。你一个人伫遐根本就是浪费人力啊！吼，所以我想，这个 case 爱解决的可能是讲，咱即马一般的特殊教育，也是讲一般的老师，咱每年拢有特殊教育的训练，吼。啊，即马校长规定爱3点钟嘛，特殊教育老师规定爱18点钟嘛，专业人员爱6点钟嘛，普通班的教师爱3点钟，代课老师敢有？代课老师无规定哦，有影咧，无咧。啊，代课老师敢爱来上即个特殊教育学分，吼，来了解讲，即个我可能伫班级上会面对即个特殊教育囡仔，我要哪来处理？吼，这可能应该爱搁去调整啦，吼。啊，第2点上重要就是讲，咱即马伫迄个特殊教育内底，吼，有一个办法啦，吼，在讲迄个咱班级的人数的上限，吼，咱即马规定幼儿园啦，幼稚园吼，袂当超过8个，国小10个，国中12个，高中15个，吼。但是咱资源班并无限定人数，吼，这是基层的特殊教育老师真久咧反映这件代志。所以伫资源班有可能分散伫是足侪班级。但是一来人足侪。伊无一定全部拢会接来啦，吼，就是讲无共款的课程会接来，但是伊爱关心的有可能20个、30个，甚至50个。好，所以伫这对这个资源班的特殊教育老师来讲是一个压力啦，吼。所以我想教育部应该爱针对这个问题去检讨，是毋是会当迄个逐年吼降到一个看是一个资源班的特教老师会当降到10个还是8个，吼安尼的方式来处理啦，吼。我想安尼是较会当实际去解决咱这个 case 教育现场的问题，吼。金老师，你感觉恁逐工的工作安足沉重的？嘿，会啊，因为阮嘛是有讨论，就是这个 case 嘛，吼，阮有讲补助这搞做助理员，吼，补助这对这种学生有啥物帮助？应该爱先补助因高中职的特教老师，因有的哦，一个人照顾100个。一人要照顾100个。无嘿，资源班的。干那要写迄个 IEP 你写啦。分散式的资源班。嘿，因高中的有足恐怖的，因拢无补满。啊，阮高中嘛是，国中嘛是有较好一撮啊，毋过嘛是有的嘛是无补满嘿。所以讲到尾拢是人力不足呢。对，为阮旧年阮学会参加修法的时阵，阮就有讲爱降低到1:8。国中啊，吼，国中国小。安尼是欠，你互咱一个概念，安尼是到底是欠几趴的人？哦，这来算起来嘛是可能上千哦。嘿，足侪，可能嘛，无到遐侪啦。毋过，比如讲高中因的师生比是1:21，吼，法定的。啊，毋过我看即马全台湾的学校，高中的老师拢超过在21，吼，绝对超过。吼，无拢没有补满，啊，有的学校搁较含无半个特教老师。哇！所以恁这工作人是真正袂负气啊，要安怎来处理呢？我相信金老师，你应该无可能讲哎凊彩付咧。无可能。吼，啊，你一定是加班，啊，一定是这边怎来处理呢？这就是来。像拄啊，迄副秘书长讲的，就是爱逐年补满老师啊。无阮特教老师搁爱做心理鉴定，阮搁有别项的工课搁爱做。特教老师爱家己做心理鉴定。嘿，伊若无去病院看医生。唔是去医所、去诊所去做鉴定。无一定，若是比如讲学生障碍的时阵，学习障碍的时阵，阮老师落去做。嘿，这写一份报告5000到12000。哇，这孙副秘书长。我想是安尼吼，就是讲，咱特殊教育的培养吼，咱伫前一摆的特殊教育法在修法的时阵，有创立一个条文，就是讲司法学院的
一定爱设特殊教育系，吼，所以咱栽培毋是问题，即码是讲栽培出来的这老师，敢有去基层去真正去做特殊教育老师，吼，这我想是咱即个教育环境的问题，甲像即码护理人员，咱护理人员的栽培嘛毋是问题，问题是真侪人无去做护理人员，毕业无去做啦，吼，所以我想栽培已经毋是问题，啊，即码是讲，譬如来讲，除了讲。最近发生即个高中一件以外，宜兰嘛有一件嘛，就是迄就是伊要招特殊教育老师，但是无人来报名，所以一招、二招、三招招到一个完全无特殊教育背景的老师去教特殊教育的囡仔，啊产生即个虐待的即个问题，吼，啊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一个行为啦，吼，所以停聘1年，吼，啊个有处罚，所以。这是教育伫基层的学校，吼，真正聘袂到特殊教育老师，这是一个事实。是。啊，即我来请教即个林董事长吼，像这种能力不足、特殊教育的老师，像金老师，因这压力一定真大吼。啊，薪水啦、福利啦，还是休假啦，这到底第一时间这边啊来处理呢？因为爱家己做鉴定，啊，一个鉴定拢爱7、8点钟以上吧。鉴定阮那个叫做新平老师啦，哈。那他也会伊就爱收集啦，吼。那收集了后，再个去做每一个有关迄落的鉴定，吼，迄是其实是真正爱有够开一点仔时间。长时间的吼。嘿，啊，所以阮嘛是有。真赞成，就是讲吼，你应该是爱简化啦，哈，就是尽量它是用简化的方式来做，哈，然后再来就是讲，安尼你一定爱互伊有够资源有够啦，吼，你资源若无够，互伊免他做会落去啦，吼。那就说简化一些，他譬如说，如果做新评的人，他工作里面就其他的可能就要减少一点。这个事实上是一直也在讲说，你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啊，这敢有通好摕吼，这个医疗院所的这个心理师加这个精神科医师来做。啊，主持人讲啊真有道理，国外拢是用迄款迄落专业的心理医师来你甲好好做。啊，这有一个问题伫的吼，因为阮一寡家长嘛伫国外吼，啊嘛拄了这个代志，啊，伊这个问题就是讲，伊即马你若搁等伊。咱囡仔是无等人的，啊，一学期过去就过去啊，吼，咱就马上爱做。啊，你礼拜伊搁无了解囡仔，吼，这心理老师是你从医院里面过来心理老师，你都无查咱这老师和你了解。无长期相处，较无遐了解教育现场会发生。教育现场若无了解，囡仔嘛无了解，啊，囡仔嘛无一定要互你做哦，吼，这囡仔你。阮即马囡仔要叫伊去看心理医师了，这困难。会歹克，会歹克，啊，毋过对老师伊袂歹克，吼，就是讲，这个部分咱嘛是爱去突破，爱考量爱考量吼。即我先来请教这个李医师吼，副院长，你也伫线顶吼，他当时长也讲着讲，若是一般在医疗院所的这个医术人员要来做评估，其实有这个场所无共款，不熟悉的这个情形啦，你的看法呢？这个部分哦，其实爱分2站吼。即头一项是讲吼，咱病院这评估上吼，一般来讲是以这发展上的吼，还是讲病理上的评估为主。吼，啊，学习上的评估迄是另外一站安尼吼。所以专业上可能有分开个。专业上可能聊了好啥共款安尼吼，啊，但是。嘛是会当做啦，吼，嘛是会当做安尼啦，吼，哦，啊，但是第2个可能迄问题较大安尼，吼，因为大家拢知影，病院即马真侪人，吼，真侪人咧等安尼，吼，啊，所以等待的时间嘛真长，哦，等待时间嘛真长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是等几啊个月时间嘛真长，嘛真定看着。电脑慢的吼。是，对，所以对囡仔来讲，吼，伊学期就已经开始啊，啊，所以伊即马就需要一寡资源啊，安尼吼。所以，对有一寡对一寡家长来讲吼，伊可能无法度等啊，哦，所以，这讲起来嘛真现实吼，等于讲有一寡这个部分啊，讲真正拢爱叫医疗资源这边来做处理的时阵吼，嘛惊影响到囡仔的权益啦，啊，所以这到底爱安怎来做一个
较合理，吼啊，袂影响到囡仔权利的安排，吼，可能嘛是国家爱来想一个较好的办法。好，来，孙副秘书长。因为去年112年的12月初8，教育部有颁定一个特殊教育支持服务甲专业团队的运作办法。啊，因为前几20天来，其实咱拢咧争取，互专业人员来当过来咱特殊教育这边提供服务嘛。OT、PT、ST 吼，语言治疗、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心理师吼，等等这些专业人员当入来支援，但是因为卡到这个因的年资吼因的续薪等等的问题，所以真侪人拢无法度入来。所以即摆定这个办法，就是希望会当互这个服务愈较健全，互这个专业人员会当入来咱的团队。提供这特殊教育学生服务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新的规定啦，希望以后愈来愈好。爱落实，嘿，爱落实。但是这落实可能要真有条件，你可能也牵涉到法令的修改哦。是，这就是因为去年5月通过的特殊教育法51条已经有改有改所以相对教育部较定出这个办法。所以立法委员应该爱来继续执行这种物件才对咯。有大家拢有在定这敢若要定32个办法嘛潘部长你有听到这孙副秘书长有咧讲哦。有团体拢有在关心啦，包括赤子心这边甲阮地种这家长总拢有在关心这个办法的落实。但是落实对金老师来讲，真正袂有钱呢。我听到规个硬气，一个人对100个，这是要安怎用呢？高中的老师拢安尼你看因为我特别要来上这节目我掠2个数据啦10年前咱特殊生差不多要11万人，10万个。无分年纪，11万。嘿，差不多特殊的经过10年了后咱台湾少子化囡仔变少，毋过阮特殊生升悬，增加要14万毋过老师，你看老师伫倒位？除了老师了后咱针对这个新闻事件这个阮阁认为，阮学会嘛认为讲，嘛是爱增加校安的人员。校安是啥物？校安，嘿，校安的能力，因为即马高中的教官已经要退场啊，嘿，所以阮嘛感觉即个能力嘛是爱保护好。补足。嘿，因为咱的助理人员入去，就是像拄仔秘书长讲的，毋是要照顾囡仔的理想嘛，毋是讲伊要拍人时阵，你爱当个头前安尼，咱嘛是爱有专业的校安人员入来。来斗相共，安尼规个学校合作，囡仔才会愈来愈好。是，来，这个董事长，上后尾因为剩2分钟，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其实咱来看咱高中以下的这特殊教育学生安置的这类型，已经800种头拄孙副秘书长讲其实咱的法令拢修改甲差不多我会使安尼讲嘛一寸落实甲认定，要安怎来呼吁讲有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出业了要投入这个行业，要像恁同款，要是用道德劝说，还是有啥物方式？其实，你依照阮赤子心即马你做真困难。我已经服务要做我囡仔即摆30几岁注意囡仔时代即马无接班佫拢足少的，拢直直做落去，愈做愈多。就做袂完，阮嘛是安尼，阮都是没有，阮无薪资的阮嘛无，搁来去募款搁来写计划所以其实真正无遐简单毋过阮就是看到，那时要安尼直安尼做，迄就是讲看到讲这囡仔进步，看有需要。阮有一层，我现在是因为也是全国家长志工联盟的副理事长，技刚那所以我们开始训练。这个这个家长志工啦那家长志工伫校园里面就会当甲协助一寡，你讲话稍较温柔一点，你到处都会碰到遐囡仔这囡仔就使这个环境帮助甲老师帮助一般咱的老师甲咱的特教老师有加一支手啦因其实因伫阮遮的校长，阮遮的家长时代无简单，伊家己做了搁我讲迄个特教助理，真济拢是阮的一般迄个家长落去做的，因为伊家己带家己囡仔
就规矩落去调落去啊，才做会好哦。啊，毋过这囡仔若毕业就无去啊，吼，就是安尼。伊毕业，因为啊国小毕业啊，伊咧做，伊就退囡仔就就歹做。所以，咱即个其实即要做这做落去教育员，一定迄嘛是有伊的需要。吼，那因为现场吼。好好现场是真正需要，国小也好，国中也好，一定是爱去来处理这嘛是制度性的安排较重要，吼。中观你要有效才有效啊，你就要直直继续落去，吼，这才有效。啊，我要讲这高中就是像金老师所说的，真无真少吼。那我台北市吼，台北市阮情长吼，迄款邢辉老师才两个啊，你啊。你看，要做较济，一个佫是定点村一个，其他拢是兼任。花部长，钱啦，花部长，真的，应该要紧做，无你看。